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們已經到達了這個世界。你會看到濕婆她赤裸的身份上纏繞着蛇，你會驚訝地發現這位濕婆曾經被作為石像崇拜。你會在這裡遇見羅摩和克里希納，他們會與你交談。偉大的靈魂降生於世是為了幫助和引導普通人，他們像普通人一樣生活，但他們擁有拯救他人的力量。他們就像強大的火車頭拖着車廂前行，但是將車廂轉變為火車頭並不容易。火車頭永不停歇，同樣偉大的靈魂們不會在意那些加諸於他們的侮辱和傷害，他們承受一切，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完成引導普通人的使命。他們這樣做是因為造物主的意願。然而我們無法依靠自己去完成造物主的願望，這實在令人感到惋惜。